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波牧师。今天1月3号我们要分享的是乱世中的救赎，灭族的危机。今天我们要读以斯帖记3章1到15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每个人都应该随时聆听别人的意见，不要急于发言，更不要轻易动怒。人的怒气并不能达成上帝公义的目的。雅各书1章19到20节。今天礼拜二，迦南之声的音乐主题是空气。主题乐器是使用 keyboard 键盘，里面有一个类似吹口哨的柔和音色，象征着主向我们吹气哦。我们的生命气息，我们的力量都是从上帝而来，也利用轻快的节奏带出空气，给人轻盈有活力的印象。另外也在旋律中加入了一首诗歌与一首和空气有关的流行歌的元素。希望大家在礼拜二继续能够保持活力，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力量。今天的经文描述一个灭族的危机，因为人的骄傲与怒气，企图用权力来满足自己，有时候将鸡毛蒜皮的事放大，成为重大的威胁，造成了人民的混乱与痛苦。然而在哈曼的诡计下，颁布了灭犹太民族的普珥日。然而日后在众人禁食祷告之下，由上帝的手来介入，这日反成为犹太人纪念救赎的日子。今天的经文描述这事以后，是指第2章所记载以斯帖封后及末底改举报逆魔案之后，大约经过了4到5年。虽然末底改立了大功，这个事迹也被记载在史书上面，但是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并没有奖赏末底改，也渐渐淡忘了末底改和他的功劳。这里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待人不公，提升官员只凭个人的喜好，也让我们看见世上的王会有不公的时候，但天上的上帝却是一位公平及守约施慈爱的上帝。虽然末底改救了王的性命，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奖赏，可能我们看了会替末底改来打抱不平。而哈曼一登场就被提升为宰相，王命令在朝门的这些一切臣仆都要跪拜哈曼，唯独我们看到末底改不跪不拜，并告诉在朝门的人他是犹太人。哈曼由于末底改不跪拜他，心中就充满了怒气和苦毒，因此呢，策划了一项杀人的阴谋，还不止杀一个，就是杀所有的犹太人。他要把末底改的本族犹太人赶尽杀绝。你看心里面引发的苦毒跟怒气多么可怕哈曼对王说：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居民，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，他们也不遵守王你的律例了，请你下旨来灭绝他们，我就捐1万他连得的银子纳入王的府库。哇，这时候国王就对哈曼说什么？这银子还是给你，这民交给你，你可以随意来带他们。于是呢，我们看到哈曼他以王的名义来发布命令，
并加盖王印，传到各省的省长、各族的首领，就吩咐他们要将犹太人无论老少、妇女、孩子，要在一日之间，就是12月亚达月的13日，要全然剪除，要把他们杀光，并夺取他们的财物。所以12月13日定为普珥的吉日。那为了达到这个灭族的目的，哈曼就先自谦，所以普珥是亚述文抽签的意思，决定除灭犹太人的良辰吉日。经过自谦，选定了12月这个亚达月，大概主前474年2、3月之间的13日。显然他对如何除灭犹太人已经胸有成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在王宫内，王与哈曼达成协定，饮酒作乐。但是呢，我们看王宫外，特别是帝国境内几百万的犹太人，包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这样的消息对他们来讲无疑是晴天霹雳啊！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也不知道该如何拯救自己和民族，避免被灭族的危机。从第3章的经文描述提醒我们：你们若发脾气，不可因这脾气而犯罪，也不可生一整天的气，不可让魔鬼有机可乘。但是我们看到哈曼，他骄傲自大，因为末底改没有拜他，没有尊敬他，引发心中的怒气。他看不见自己的不是，只看见别人的错。我们也看到，因为哈曼的骄傲自大，因此被得罪一点就怒气填胸哦。因为怒气填胸，就产生了极可怕的报复意念跟行动。不只杀一个人，还要杀犹大的这一些的全族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要谨慎哦。一点点的笑就会让全团发起来。我们真是不能容忍一点罪在我们身上，特别是骄傲与怒气，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，他要施恩给谦卑的人哦。所以我们在听话，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个人都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上帝的义。我们可能都有被得罪的时候，我们在生活当中被得罪之事是常有的，但是我们要学会克制我们的心哦，不要因为别人得罪我们就心中充满怒气，可能导致犯下更大的错误、更大的罪，那就得不偿失咯。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，看见哈曼他所彰显出来的怒气，也让我们有所警惕。我们来默想，我们会不会像哈曼因为怒气而对待末底改一样，对某一些人因为得罪我们而有成见，而我的成见是否也给自己的内心带来憎恨或者是苦毒呢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倚靠你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要欢乐，我必用诗歌来颂赞你。真的，我们要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不让怒气捆绑我们的心，导致我们生出苦毒，而造成对人的伤害。愿我们在得权柄，或者是我们在风光的时候，更知道谦卑。面对患难的时候，也提醒我们应该警醒不倦的祷告，依靠
主你的保护跟帮助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赐给我们智慧、力量，还有警醒的心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。再次提醒，今天礼拜二的音乐主题是什么？空气。主题乐器使用的是 keyboard， 是键盘，里面有一个类似吹口哨的柔和音色，象征主向我们吹气。我们的生命气息，我们的力量都是从上帝而来。希望大家每一天都保持活力，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力量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